刚讲做阿爸的迄册咧，伊个某做要输到遗传，都要出挑人东西嘛。当然唔会遗传啊。做戏嘛，做嘛个米花嘅 MP3无见摕咧，所讲係外头的。以后的皮包无见摕咧，嘛讲係外头的。虽然挑东西唔会遗传，不过吼可能被亲人影响，做出不应该做的事情哦。你安慰也还有这种方法哦？哼，我又冇安慰你。跟你谈到来做嘛解啊？来请我向因老人讲，了到社会吼真现实，有的事情吼唔系人讲唔系，做唔系，越讲越摸清楚。姑嫂咧，请我二世家做到问心无愧，都做得了。问心无愧，你真研发都做得按条人咩？佢度冲江汹涌嘅目光，动力嘅看过来，基本你知道自家正经系出嚟。这是自家的想法啦，无做过都系无做过，咪因为以为你。来问你，你有听过伊啥人冇？还是冇想过两只问题呢？系兄弟，系兄弟偷东西，系兄弟本来输到无尿，系兄弟做乜家兄阿爸？佢系阿爸呢？错啊，佢系阿爸，姑嫂，系做我爬定佢嘅罪恶，爬定佢嘅污名。我自己错我，天天挨都没找好搞，过后一摆过一摆，帮人欺负，帮人笑呢。会做嘛该去接受基本嘅自由啊？你确定系基本嘅自由，也是自家本自家的。挑人东西唔系自由咩？你讲到强松。系老你讲，系老爸嚟，小莹莹系清楚去想办法出国，當外國都冇人啲阿爸喺出嚟，冇人會依附阿媽喺出嚟。當然冇人啲阿爸喺出嚟啊，記得佢喺出嚟嘅人，請用你自家。两位朋友按输送了，我来散步喽。都係專門阿姐啦，居然抽定去睇 MP3，一下，因下嘅皮包唔見睇咧，當然係個衣服機啊。你講乜嘅啊？啊？来和尚哦，挑事鬼，太子家都会想提姊妹，你会做的衣服几家人呢？阿哥，是咪阿姐给我会拿人下的钱？你唔记得给思思แล้ว打工的钱拿来买炸鸡本恩舍？就係咩？你哦，你嘅我們灰嘅人哦，留炸嘅配出來啦。係啱樣。哎，真是懂排泄啦！原來那皮包一啲啲茶度，真是懂排泄啦，我唔掉嘅。挺好的哦，前度皮包很好哦。真見懂排泄哦，剛啱兩公婆哦，態度挺差的啦。창이掉哦，一定要原諒我掉哈。冇想講啦，係無非哦，做啲發嘅就好嘅啊，希望你掉哦，記得要去按照。查克的搖滾，我鏘鏘鏘鏘的，我叫做黑店就做得啦哈。真係懂排泄啦，真麻煩，仲有係嘅錢，那本頭家嘅啥，香省嘅頭家啦。哦，希望哦，
试试来了啦吼。听错位啦，加真件东歹势哇！不会啊。谢谢。歹势啦，小杨，我聽錯，我正常也就不做嘅人講嘅，佢真是懂得你想呢，唔可以傾下好冇？哦。肖太太，请用茶。你们这些老师是怎么教学生的？那个叫陈心怡的，他爸是小偷惯窃啊。从小看他爸那样，现在倒得了真传啊，偷我们家美华的 MP3。唐老师，你为什么不处理啊？以后大家看好自己的东西，这看不出来以后大家看好自己的东西。西，那是同学恶作剧啦。我先回去好不好？就是他，小偷女儿。我先回去啦。美华也只是凭推测，我们不可以这样一口咬定就是心怡偷了他的东西。老师不是要一视同仁吗？我看你偏袒得很凶哎。校长在哪里？我去见校长。不要理他们。现在郭市长过去通缉吗？真是恶心。麻烦各位同学先不要离开。你的 MP3在这里。你去 KTV 带的是这个包包吗？是啊，我的包包怎么会在你这里？是 KTV 的人送到我们民宿的。里面啊有一个 MP3，还有一张我们查课的摇滚木的名片。哎，而且我还问过，里面还有一张1000块。不是心怡拿你的 MP3，这样你诽谤哦。我记错了啦。好啊，反正啊大家都来看好戏了嘛。同学啊，就请你解释一下，你那一天在 KTV 到底是嗨到什么程度？为什么你的包包会弄丢啊？我不记得了啦。哦，你不记得啊？但是我记得你那一天穿着一件低胸的紧身上衣耶，还有一件超短的迷你裙。哎，你还跟你朋友说啊，你要去 KTV， 我们还聊了一下啊。我呢还给了你一张查克摇滚乐的名片。阿美啊，这些你记不记得？我是美华，不是阿美啦。哎呀，重点，大家要听的是重点吧，对不对？哎，你跟你朋友在 KTV 里面到底发生什么事啊？为什么你的包包会忘了呢？也没有啦。没有。哎，为了你的 MP3啊，都弄得这么轰动嘞，怎么会没有嘞？我就说我记错了嘛。记错了？哎，各位同学都听到了，他说啊是他记错了。所以那一天是你自己把 MP3忘在 KTV 里，对不对啊，阿美？美华。哦，对不起哦，美华。那天你不是说要去找陈心怡讨论功课吗？怎么跑去 KTV 唱歌？邱妈妈，美华是来我打工的 KTV 找我讨论功课，没错。她的包包放在休息室里，我没有注意。
你哦糊里糊涂，东西丢三落四，害我到学校丢脸。我都说算了，你又一定要我把 MP3 找出来。不好意思啊，老师，不好意思，耽误大家放学时间啊。快跟大家说对不起啊！对不起。以后啊，要先把事情搞清楚，不可以再随便冤枉人喽。心怡 ，sorry。那我们先走了，今天真是不好意思啊。好了，各位同学，戏演完了，谢谢观赏，拜拜。好啦，睇这个啊，实在拿书包，但根本吼开菜的仔人都准去哦。今天会改啊？肯定做乜改啦？实在啦，行啦，去拿啊，行。心怡甲甘要伫伊地包烟啊，拄几只阿妹啊，咸的吼，也去伫KTV 下混哦，听说要咬死边边呐。其實咯，你發喺心意內一間學校，佢嘅普通老師做朋友嘅你。乃想心意聽從無希望是睇米發嘅朋友。入到成入去啊，係老茶可以話阿咁妹，好。你老阿干妹嘅感情，梗係要進一步啊！啊？你講乜嘅啊？乜嘅感情進一步？好，如果那麼人老是就最介什麼人大丈夫，你下要開幾個差額，是冇簡單哦。亂講，乜嘅冇簡單啊！我請佢送去老 MP3咯，實實送到好高天啊！謝謝點乜嘅？我講冇嗌掉喎。終於啦！拜託的，那八卦以前啊，先了解一下你的 style 咯。清楚就好呀哈，條下哦，我去買迄豬腳麵線啊，老年哦，老水去出體啦。我都買去。我冇食。有，太子家都有。這種先生一拜哦，什麼嗨天數誒，叫他留下來吃麵線啊。我冇天豆素啦，迄米飯切架咩唔錯咧。是咪阿姐喊老記暗冚誒？老記暗冚？冇關嘅事，去旁當啦。暗朵花，好誒啦，莫吵啦，吼，莎莎因為神父宿舍好類似東西啊，哈，莎莎，阿所以給到天數啊，好，來，哦，先生，哎，不要動手，洗手啊，哎呀，哎呦，廚房擠不下了啦，我喊迄片哆來咪發土好了呀。哎，森森啊，等一下留下来一起吃晚餐。我跟婶婶学了好几道客家菜哦。有嗎？有。好。暗班还没开门呢。橘子，我来还你车钥匙喽。橘子，
看暗的张老板你咯。哎，是你哦。你会买东西啊？唔系，买钱。啊？我是心仪的爸爸。哦，来唐公也请叫了啊！你送麦头。啊，冇啦，我冇别的意思啊，我请个堂家的哦，讲你啦。哦，错个是，你啊从小老是心里写信的嘛哦，哎，你还为老母的写信的阿爸哦，亲少年呢。对啦，我之前都低度，故说上做在写信的天天啦。好，没黑了哈。我伫村儿当照顾心仪，啊，不过呢，人家的后生人较好沟通，故说我相当久诶，有一件事情要麻烦。心怡，今晡日太子起出来，老公夫人等候的回报查下来，真经很美呢，应该真感动哦。秋啊，秀勇，你张总来出下部落格啊？我老托后告发生的事情都写下来。你做的公布挨得糖啊，用功的唔系较咸的。不过有青岛的心情，我讲唔出来。了解咧。你老太子发简讯啊？真唔系咧。阿 K， 我喺沈厝度养咗一堆书盘咯。这就系烟下巅峰度计啦。看起来前墙里烟下前墙冇用过，唔过唔是写啦。我可能喺难事写吧，老记得看到我喺沈厝度。你咪系为到 TQ 嘅宽博啊？三强水之烟，烟烟有几日嘛？迄讲哦，本人还发现哦，下礼拜出门应咁落迄个啦，恶作鬼。做乜叫用简讯显嗌出来啊？冇嘅事情啊？当然没有事情，才请你出来啊。错了。哎，我问你哦，心仪老家爸的事情，你第几道啊？我做乜嘅啊？心仪家爸哦，根本有了钱来，其他清楚讲咧，无条路没无比数好带。哦。哎。知道，你敢做了个天数啊？心仪冇可能接受家爸的啦。那摆哦，家爸写信嚟，佢连看都唔看都废起嚟。韩哥，伊从来都冇讲到家爸。故说，我奉劝你，冇按家婆。哎呦，很奉劝来嘞，你爸都敢真的按家婆呀？还没唔对啊，家爸因为敷衍了起来。假使冇去插见，根本一本家爸继续做游民。你讲做得老家爸天数，咩第二系天数什么啊？凊彩嘢啊！凊彩爱，今日请出来做乜嘅啊？反正哦，我第一心仪冇可能接受家爸的啦。有吧？我心冇凊彩嘅，反正哦，心仪本家爸骗的钱都变的啊，故说冇效诶。心仪家爸你前来做乜嘅喏？我有咩心理医生，又咩收费曲啊？冇事情的哦。
有事情我先做你看书的哦。看书？看哪种书啊？我搞读的书啊。哎，你没放弃吼？迄你自家讲的啊。迄讲我大概拢有去过，你都会讲我天吉台啊。好啊，请问吼，你大口都吸过，你都搞你啊？迄你自家讲的哦。哎，孩子，今晡日吼，心又传健身来，讲什么演练啥，今晡日留去天数啦。系哦，佢有讲倒来哦。春天的啊，来骗你做嘛该？我要看健身嘛。不是嘞。哎，我天吉他嘞。无效，但真嘅无效。阿瑞，你请阿有嘛干事情啊？晨晨，你有一件事情哦，我请你讲，来啦，来坐啦。有事情吼，你就去请阿干妹啊。唔对，唔係請戲房到拍食酒淡地咩？哎，乜人講嘅啊？太假就人用講啊！咁要請佢100聽聽啊！你講到哦，俺將來當夜請去酒吧咧。雖然吼就100聽聽，唔過就留唔乾嘴，帶轉一副卡呢。難道來乾嘴啊？給佢自家是酒醉的啦。哎。晨晨，你莫這樣夾啦，我有事情要同你講啊。你請阿干妹啦？我請阿干妹做乜嘅？是咪係我學生嘅？嘅事情係當然係請你啊。什麼？做乜得啊？乜嘢係亂變嘅東西？我嚟嘛㗎？你有乜嘅？滾水。哼，哎，你喺你寫嘅時間啦。哼，請等一下啊。哎，你喺幾度寫嘅時間？唔對寫啊，我係把老眼翕嘅。你看，兩眼咧，有冇？嘿嘿，冇想到哦，嗱，真年輕有緣分咧。我今日哦，等你寫嘅時間翕嘅相片度哦。咁噃？自家講啦，你啊，做起捱啊！你哦，好好留啲相片數起來。等哦，下禮拜天地來放嘅啊，你啊相片都會值千多錢哦。哎，咁樣來先讓你簽名啊！啊？暗自寫哦，唔是啦。你唔係講我老人講什麼嘅事情？錯哦，什麼家爸根本有來尋講愛咧，佢講希望哦，做嚟看一下什麼啊？家爸幾件嘢學教請過什麼咧？不過什麼冇執意咧。什麼哦，對家爸錯關嘅事情，有啲我無法度接受。韓國按多年冇見面咧，一下佢韓國無法度接受啊。你想看咱嘅咁有乜嘅方法做啲化解，記得先嘅啦。其實哦，家爸已經出來咧，佢沙飛就做得本家爸機飛，佢唔是講什麼啊？記得哦，總共係2隻牙，你爸都記得嘛個太嚴肅啊？哦，你經常知道你還沒乜個太問題哈？
放心嘛，请我哦本记得只抽一只叮咚的机飞。很简单。亮子呀，那会有买个严肃，韩国洗米清底丝，你唔好乱想啦。信号要按用啦。OK。对啦，你先不用等，等下夏天该改，再说那一下啦。有冇该事情啊？见朋友哦，我咪按伊推我写功课啦。我想，伊做得教我算一条数学题目。教伊？系啊，拢会教到非为止啊。哎，橘子。哎呀嘞，要喝什么饮料自己拿，不要客气啊。哦，不用了啦。哦，对了，那个车钥匙差点忘记还你，谢啦。不用那么客气啊，以后要车就自己来拿就好了。哦，哎，对了，橘子，我想问你哦，那个瓦斯行的老板是不是你表哥啊？对啊。昨天你表哥来我家送瓦斯的时候，我听说啊，他店里的师傅要请几天假，人手不够。我是在想，我刚好有个朋友可以安排过去帮忙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可是我那个朋友啊，目前没有地方住，想问你表哥说，是不是可以包吃包住？吃包住哦，这个现在工作已经这么难找嘞，你这个朋友还要包吃包住？唉，所以才来拜托你帮忙嘛。好了，你都开口要求了，我怎么可以拒绝呢？我一定会帮你打这个电话给我表哥的。真的哈？我会打电话。那谢了。我走了哈，拜拜。拜拜。就照橘子说的，我暂时让他在这里打工，包吃包住。不过他只能做到我们师傅回来，等师傅回来，我就没办法雇佣他了。阿东老板，谢谢你啊，你人真好，谢谢谢谢。常先生啊，做得了，调刚好，已经淡定了。哎，老板，谢谢你啊，谢谢。啊对，安子生，不会了。不用客气啦，不过还是请帮我写一下这个。啊，保证人啊。你做他的保证人没问题吧？大家会亲会故的，我是因为橘子的关系才答应帮这个忙。再说陈先生又刚刚才出来，如果你可以帮他做个保证人，这样大家也比较放心嘛。啊对，那看不是麻烦。不麻烦，做生意啊靠诚信，交朋友呢要讲义气，签个名而已嘛，一点都不麻烦，我签。哇，你不会点心吃生太飞哦？哦。哆瑞咪，要不要姐姐帮你下来吃蛋糕啊？哦，记啊，有得喊多了哈，你得等下天数就太沉沉心茶给拧开了哈，
开始来哆来咪，你跟风水木嘞吼。嗯。哦，水木，哦，水木。先生，叫乜嘢问伊学来啊？哦，迄先生伊个朋友，希望下摆哦，也系演你大家的朋友啊。嘛给我的朋友啊。谁来哦？拜托哦，系细妹啦，细妹从好是点心吗？拜托，听说系谁来了啊？你要看先生按心比介重啊，很爱跟你了去做好朋友的。小荣啊，你知道深深先生给男朋友上这么个用啊？好啦，进去吧。走了，就要见面了，这是。来，哎，先生来男朋友来了啊！好，来，给你哦，本了位朋友一张爱的鼓励哦，1、2、3。亚伟就是先生的朋友。来，给你哦，各位一张爱的鼓励，来。先生亚伟朋友，你是心仪的爸爸。抬这个哦，笔也拿一个，来，干杯！心意，记唔起我爸，记迄册嘞，我无老册来叫我吃东西。心怡，心怡，哎，心怡啊！啊，看下教育创伤。心怡，我咁早就拜托你，你唔好个人哋疼你爱好冇？从我搞到银粉不善于出现在我面头前啊！还拜托你，你唔好个本来看到咧好冇？心怡，那兄爷爸爸呢？你做乜用我讲法？你做乜唔帮我一只机飞咯？机飞，所以你做好本你机飞的时间，你做乜冇把握？你做乜冇把握改过自行嘅机飞？杀进去偷东西，你老爱讲啊，到底係咪都冇改啊？便是恰当好事，偷来是件事么？一分钟做啲偷两台茶，我用钱公用係么？心怡，那发誓，那真嘅唔好再个偷嘅。也几发，你个鬼把骗你，还感觉要相信你？心怡，也不系真的呀，真嘅呀。阿瑞加上我去雅思放松雅思，我真正当去做事嘅，你一定要相信我呀。你要我相信你，我稍微相信我，你敢唔知？我好教有件东西冇见摕咧，这个系爱偷的，名校的银卡，皮包冇见摕咧，我讲系爱偷的，佢全就系因为爱系切你妹，做姨妹的爱，我稍微相信啊。是的。走，你走。
也无会疼到你的伤，也无会看到你的你。最后一摆好无？好无啊！再相信爸爸一摆就好诶。你无会做，来走。啊，是。15 miles off the interstate, only 9 pounds and 8 days late. I was born. 什么？深深心啥？迄好意？还无遐种好意。深深心啥？像迄希望你两子呀，做得感情嗰边好啊，你唔好向坏嘅地方来想哈，佢冇坏意啦。佢无坏意，煞做出坏事情。佢后用做，像迄个一摆老太一甲讲，我迄册嚟嘅买，下一摆永远东西唔见摕咧，除非个敷衍迄爱摕诶。那做啥物爱阿爸迄册咧？什么？佢个阿爸呢？莫讲亚花哦。阿爸的意义係乜嘅？阿爸唔做迄本來生命，保護來太嘅人嘅。佢講佢做冇一點，佢就算咧，做嘛下家行去留自家犯罪嘅行為，將錄音強用，錄同人嘅生活，我冇一種阿爸。什麼？14歲來到鴉片，還有3年嘞。那3年來，阿爸辦雜工嘅啊，有小心嘅本領，我想佢嘅回憶也有啲新嘅地步啦。譬如講，你家庭無愛一條嘅心就廢鐵咧，阿翠唔會再留你嚴重來。可能係不應該操犯佢嘅身法，就像佢講嘅，離開佢就係我唯一做得做嘅事情。是你呀哈用白型啊？伊哦，看起來無清楚啦，啲腦杯轉來啊，目睭哦，撞到南北嘅強弱。看起來真經做唔錯咧，心也好，聽做動興愛。真真啊，唔敢要讓因自家想到特別態啦。乜嘅意思啊？啲心意哦，心肝肚顯64嘅排行榜，第1名係夾吧。根本伊咧記得結論講，無可能本哦變到冠軍的啦。都乜嘅時節咧？你喊頭嘅講笑哦，一時嚟就冇可笑。人啊，真經真奇妙咧，目嘅哦都做得割體，雙眼目做得割，盲腸咪做得割，像有親情哦，係做唔得割體咧。你呀，係嘛嘅歐巴嘅必種啊？啊？親歐巴哦？有呀歐巴誒。眼巴都吼，真有創意咧。唉，
总共啊，来吃到你妹不是按谁呀？是懂，猫咪长得煮饭熟通啊。事情哦，总会有方法解决的咩？两面人来讲的咩？好啦，老爷。来去哪？就啊，落去困醒了。廿三年都带同佢上马嘅啊，都马嘅時節咧。哎呦，我最近哦，很久冇看醒了呢，根本哦難得有心情嗎？愛去哦，你去假去，挨張冇上老你去嘅。好啊。哎，你想到我嘅時間哦，張大本挨好了。哼，你呀，聽聽就等啦。23年哦，都帶有關心朋友冇啊？哎呀，哦，39度半呢，就個3，還有哆來咪哦，哎呦，笑咧。阿翠，發生咗嘅事情啊？你今日咁樣攰到一病過啊？哆來咪哦，韓國發燒誒，其中一隻病症就半幾歲啊，係咪哦？做你退燒冇？今日嘅發生咗種事情啊？來，聽書。哎呀，還有一個司機，我原來要去啊，那個司機。喂，蘇美啊，你喺度做乜嘅？班長喺度做陳備咯。唔係啦，哆來咪發燒咧，我同種病症，阿翠遇到幾錢退燒用嘅實質。哦，佢啊，這下晝發燒到一下，還冇退燒誒，其實你那個司機娘會請到誒。是下晝都發燒到兩下，幾多位請醫生啊？要喊啲人變病傷啊？半夜3點鐘呢，3點鐘呢，哪會有診所還快等啊？韓國一下也請唔到幾場茶啊？哎，你到了哆來咪哦，拿唔出來，都門口等一下，我也唔是轉來啊。哦，來。哆來咪莫驚哦，莫驚乖乖哦。哎呦，蘇美啊，醫生嘅不敢喺那一間啦。上好一間啊。上好啲那邊。一間。好，呢一間啊。哦。多嚟。來。給。開門啦，醫生！開門啦！醫生，快點開門，醫生！誰啊？醫生，我小孩這早上發燒到現在都還沒有退燒哎，還有點拉肚子，可不可以先幫他打針啊？啊？退燒針跟藥哦，都在診所裡面，家裡沒有嘞。啊，那我們趕快到你的診所去啊！診所鑰匙都在我太太那裡，她今天剛好回娘家嘞。啊，那你太太娘家在哪裡？我去找她拿。可是她在台北，過來車程最快還2個多小時。我看你還是趕快把小孩送到大醫院去急診啊。不行啊，這裡距大醫院哦，還有1個多小時的車程呢。怎麼辦呢？總不能讓哆來咪一直發燒下去吧？醫生，麻煩你開車載他們3個先到診所去，我馬上就過來了。可是沒有鑰匙，我們過去也沒有用啊。麻煩你就是，我會有辦法的啦。啊，快點先到診所等我啊！好。阿磊啊，市場心理療養哦，心理療養。阿磊，你做乜嘅啊？啊？你要不要按摩哦？是的，我幫阿倫聽書。哎，太阿哥啊，你講乜嘅笑啊？而家哦，請位聽書行啦，診所門打開哦，哆來咪啊，都入去哦，做退燒嘅沙咧啊。但是你冇辦法啦，是的。哎呦，你冇辦法，阿媽有辦法哦。大同意啊，如果看慢點哦，等下哆來咪啊，可能燒快啲，變工會又慢。
想闭上眼睛，微风在轻声细语，唤醒心中那些沉睡记忆。花瓣铺满了一地，就像往事的脚印。我终于又回到这里，大海让我拥有蓝色的勇气。不用怕晒散了一天的雨，晒散了一天的雨，不管还会有多少风雨。是你陪我欢笑和哭泣，一起守护着许下的约定。不用怕晒散了一天的雨，晒散了一天的雨，不要害怕暂时的分离。书把松开的记忆，有一天我们会在花树下相遇。